後來鄉親啊，台北市動物園這隻食狗下獸食蟻獸，名叫做黑妞，公失蹤了。伊是18號暗時離開原本的活動區，到即擺也未找到。動物園是鎖定着附近四周圍的山區咧找找，民眾若有看到，唔通家己掠，請通報動物園。為樹區八關八街，食狗下獸黑妞，腳就沒了，看袂出伊已經11歲呀。住佇咧北市的動物園9年，結果煞佇咧昨雄碰見。動物會攀爬上植物，動物爬上去以後，可能枝葉會有移動，那這個時候就造成它能夠竄逃的一個機會。敢是去翕到大早日暗時啊7點左右，黑妞經過遊客步道佇咧散步，落尾就遭到無款囝。伊平常時啊攏是佇咧樹林佇咧活動，園方研判是芭蕉樹的樹枝斷去，樹枝連接邊仔的尖蕉才會逃走去。那它活動相對比較慢一些，它的活動範圍一天可能可以最遠可以達到1公里到3公里。那但是因為考量它的年紀以及它其實沒有在外面這麼長時間的探索，我們會稍微把這個範圍限縮一些些。就驚黑妞離家出走，動物園趕緊斟酒來吹，包括規個熱帶風林區，往東大館的方向，閣有鎖定東西向山頂賣吹，範圍大約1公里。嘛，當時駕駛自動相機含獵的人啊，希望當趕緊吹得起。它可能會沿着例如說我們展示場周圍的土丘，然後這樣子移動，大樹的地面上，或者是說有可能你覺得這附近有一些蟻窩在樹上，那它可能會停棲在比較粗壯的樹枝上。因為食狗下獸算是夜行性的動物，當頭白日要獵真無簡單。園方出動超過80人繼續監測，嘛呼籲民眾若看到伊的蹤影，趕緊通報，唔通家己獵。希望黑妞會當趕緊量查轉來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